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婚姻未了，姜环姜的开山马，12号透早来起价，开始为期6天的廖景顺庄。一路上有真侪乡亲，伫家己的厝门口来摆这个香碗道，祈求妈祖保庇，希望疫情赶紧结束。 未了姜环姜油井因为疫情关系已经停办2冬，今年因为预防社较普及，决定恢复办理。10日开始进行6天的运庄。每一庄头香碗道吼，拢传了真澎湃吼，咧真欢喜啦，迎接妈祖婆。开山马出巡，真侪信众是伫门口祈福，为是去庙内拜拜。 妈祖过多年都无来咯，甲今年再过来吼。非常欢迎啊！非常欢迎啊！这摆总共会顺316村72个庄仔头，摸到到现场的乡亲，会咧透过姜环姜的面册直播线顶参加妈祖的17个回銮姜环姜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